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嘛，紅衫紅當當啦，出邊咧黃衫嘅東方魅影啊，埋邊有一對啦，粉紅衫見無情走上匹啊，後邊3匹馬連連歡呼進先生，暫時殿後武林至尊嚟嘅。好啦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見無情就埋邊，朗日雪峰嘅外邊啊，跟住第3位就東方魅影，內欄第4啊志在福星啊，中間第5紅衫呢就紅當當啦，全程外搭啊，外邊綠衫白帽仲有海船幸運啊，內欄黃衫黃帽大約第7度啦，仲有江南城啊。外邊嘉應威風啊，後啲嘅馬匹有球王啦，等內欄啊大眾經典啊，掟出去外邊嘅馬有一對㗎，銳一大面箍淺藍袖嘅，跟住佢後邊仲有隻武林至尊啊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就志在福星啊，外邊追上嚟有海船幸運啊，中間黃衫夾住呢仲有東方魅影啦，出邊追上嚟嘅馬仲有隻銳一啊，響埋邊位置呢就朗日雪峰同埋江南城啊，最後100零米海船幸運兜咗個大彎都已經係突圍而出贏出呢場賽事，志在福星第2啊，第3名呢。外邊有銳一，第4中間有紅當當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呢隻海船幸運基本上都全程俾人頂咗外搭，順其自然地發揮，都一樣。